一段新闻，伫我的降温站内底是吵甲下滚。李家芬公开讲，明年学前期物价好，唔好同教育资源打上铁。爸爸妈妈才是母语最好的老师。其实李家芬伊讲的话，有一部分我是完全同意的哦。能够在家庭做的工作，不要来到学校做，学校要做家庭没办法做的事情。你伫厝诶有才调教的物件，学校唔免教；你厝诶无才调的物件，学校就爱教。毋过你也甲听好着哦，李家芬伊伫厝里有才调教的话是啥物话咧？李家芬伊伫厝里无才调教的话又阁是啥物话咧？李家芬其实伊只放老花嘅教完客家人。少玩嘅客家话唔有学到嘛？少玩嘅客家话有教本廿细年的嘛？廿妹啊阿扁子，用就唔是谈佢讲咯，佢冇学到，错嘛？有人就会讲安样唔错啊，夹条就会放老花嘅少玩客家人，客家话唔会讲咧，夹条就讲放老啊，安样啊？迄唔迄夹妹啊阿扁子有学到东江嘅放老花呢？安尼来谈一下看哈。叫我爱讲台语。爸爸妈妈才是母语最好的老师。高雄发大财，发大财，发大财，发大财。大家拢听了足明啊吼！李家芬伊本身是一个洪老话的教安客家人，毋过伊家己的查某囝阿炳洪老话嘛无学着，教安客嘛无学着，伊竟然阁甲大家讲母语伫厝里学就好啊！你家己拢做袂到的代志，你凭啥物叫别人做哈？上解可怜的是啥物咧？恁连恁放杀家己的祖公嘛，放杀家己的母语去学的英语，恁拢讲输我。You are just pathetic, aren't you? Mean and pathetic. According to what you said, what you can teach at home should not be taught at school. 能够在家庭做的工作，不要来到学校做。That would be Mandarin in your case, right? Because you taught your daughter only Mandarin. According to what you said, what you failed to teach at home should be taught at school. 学校要做家庭没办法做的事情。That would be Hakka and Taiwanese in your case, wouldn't it? 李家芬其即个迄只放老花嘅少玩客家人，加即个嘅妹嘅放老花咩无学到，客家话咩无学到，伊竟然阁甲大家讲母语伫厝里学就好啊！即款人到底居心何在？我暂且无要甲约。毋过各位观众朋友啊，为着李家芬未来要出世的外孙来设想，因的外孙出世了后，因兜敢有才调，阁教互伊教安尼客家话，就无计当计裁掉啊！阿扁子做伊只放老花去招完客家人，伊有去裁掉教廿细年的讲放老花嘛？强用要无啊！安尼照李家芬伊家己讲的话，因伫厝里无才调教，是毋是伫学校就要来教？爱教乜教？爱教客家话呐，爱教放老花呐，安样怎错啊？啊，照伊家己讲的话，因伫厝里上高教，是毋是伫学校就免教？因上高教是啥物？就是华语啊！夹着暗话讲嘅北京话，你福教方样式教喏。后回来还佫有人甲你讲母语伫学校毋免教，请千万毋通相信迄款校销。因为台湾语言教育真正的问题是华语学了伤多，北京话福痛多咧。你看香港人就知影，是安怎香港的囡仔有才调，甲因在地广东话学甲遐尔好，而且英语又佫不离爱练转咧。真正的原因就是因无开遐尔济时间咧学华语、学北京话。各位观众朋友啊，为着李家芬未来要出世的外孙的权益来设想，咱是毋是应该着要来甲支持？照李家芬伊家己所讲的，能够在家庭做的工作，不要来到学校做。爸爸妈妈才是母语最好的老师。甲因兜上高教的华语课程自学校内底甲废掉。学校要做家庭没办法做的事情。啊，甲因兜应该要来教有无材料教嘅客家话，含有放老话，就爱伫福教方教客家着的。按用太家讲，错啊毋错，圣蒙太家按字写，感谢努力。